主內平安，各位平安。今日係星期六，好高興就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今日要同大家講新嘅一卷嘅書信，係有關呢個嘅羅馬書。咁羅馬書好多人認為佢係一卷嘅律法書，但係同時佢亦都係一卷嘅有關公義、審判同埋救恩嘅書信。作者係保羅。咁保羅喺新約總共有27卷嘅書信裏面咧，佢就寫咗14卷，所以佢係佔據咗整個新約聖經裏面大部分嘅篇幅嘅。咁保羅喺第二次嘅旅程嘅時候，當佢經過呢個哥林多係希臘一個港口城市，準備翻去呢個耶路撒冷嘅時候所寫成嘅。咁當時大概就係公元60年。保羅佢寫呢卷書信嘅時候，佢從來冇去過羅馬，但係佢好渴望去羅馬。但係從種種嘅跡象，雖然保羅係冇去過羅馬，但係我哋知道佢已經認識咗羅馬裏面好多嘅猶太信徒。其中一件事係有關呢個嘅公元前60年，當羅馬共和國呢個領袖龐貝 （Pompey） 佢攻陷咗呢個耶路撒冷嘅時候。耶路撒冷同埋呢個羅馬開始有呢個嘅貿易上嘅交往。咁呢個嘅羅馬呢個地方有猶太人嘅社區，而呢個嘅耶路撒冷咧就有呢個嘅羅馬人嘅社區。亦即係話，保羅喺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已經開始認識咗好多猶太嘅信徒。另一件事情就係喺公元45年，當呢個嘅羅馬帝國呢個凱撒狄克路。佢因為佢唔喜歡呢一個嘅猶太人，佢就將住喺羅馬嘅猶太人咧就驅逐出境。當時有一對嘅夫婦，佢哋嘅名叫做百基拉同埋亞居拉，因為要離開呢個羅馬，就走到去呢一個嘅希臘呢個港口城市哥林多。而保羅喺傳道期間就經過呢個哥林多嘅時候，就認識咗呢對夫婦，於是就同佢哋一同嚟到去織帳棚嚟到維生。當然，重點佢哋就係繼續要去傳呢個福音，尤其是保羅。所以你睇到喺呢件事情上面，你會睇到保羅雖然冇去過呢個羅馬，但係佢已經認識咗好多嘅住喺羅馬嘅猶太嘅信徒。你可以睇返《使徒行傳》嘅18章，你會睇到呢啲呢個嘅有關呢個嘅羅馬呢個嘅統治者點樣去驅逐呢一個嘅猶太嘅信徒。今日嘅重點，除咗要講呢一個嘅一啲嘅背景歷史之外咧，而更加重要，我想分享就係點解保羅佢唔以福音為恥咧？大家有冇想過呢個問題咧？我亦都問過好多嘅基督徒，佢哋都解答唔到俾我。咁當然我之前都未必知道，但係因為我揾咗啲資料同埋自己一啲嘅思考，我就明白到點解保羅佢唔以福音為恥咧。喺繼續講落去之前，我哋一同低頭祈禱。主耶穌，感謝你，讚美你，多謝你俾我有分享神你話語嘅時間。今日開始，我要分享羅馬書，幫助我以後嘅時間都能夠更清晰、更加準確咁將羅馬書裏面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帶領我哋以下時間祈禱、感恩、交託，奉靠我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保羅喺羅馬書嘅第一章開始嘅時候，當然有一啲嘅問候嘅説話啦。跟住佢又講到耶穌基督係一個咩人？佢話按住呢個肉體，耶穌係大衛嘅後裔，但係按住屬靈嘅角度嚟睇，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跟住保羅就話佢自己係一個僕人。嗱，保羅出生地位非常之顯赫，佢係一個嘅貴族嘅家庭出生，但係佢甘願成為呢一個嘅神嘅僕人。僕人係要服侍人嘅，佢除咗服侍神之外，其實喺傳福音嘅道路上面，佢係服侍緊所有已信嘅基督徒或者係未信嘅外邦人。佢呢種嘅改變當然
係因為佢有一種嘅謙卑嘅心，願意成為神合用同埋高貴嘅器皿。跟住保羅佢講話，我不以福音為恥。喺1章16節佢講話，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即係希臘人，亦都咁講係指外邦人，即係話所有全世界嘅人。咁當然保羅傳道嘅時候，佢未涉及到呢一個嘅遠東，但係佢都涉及到好多嘅亞洲、小亞細亞同埋呢一個歐洲嘅地方。保羅點解佢講佢唔以福音為恥咧？乜嘢叫做福音咧？福音我哋知道好多時即係話叫做好嘅信息 good news， 或者有啲人會解讀為神嘅話語，當然亦都係啱啦，係咪？因為呢講到救恩就係神嘅話語，或者我哋咁講，亦都可以講到係耶穌基督喺呢3年由30歲至到33歲出嚟傳道期間所講嘅一切嘅教導同埋話語。咁耶穌基督係一個咩人呢？佢出生喺拿撒勒一個非常之貧窮同埋落後嘅村莊，係俾人鄙視嘅。我哋好多時喺聖誕節會睇到耶穌基督降生喺馬槽嘅時候，一幅好漂亮嘅畫像。其實我去過以色列，我睇過一幅嘅圖畫，係講耶穌降生喺一個馬槽裏面，一個伯利恆呢個馬槽裏面。你會睇到呢笪地方係非常非常之喺嗰個畫像，你睇到呢個馬槽咧喺裏面咧非常非常之簡陋，同埋裏面所有嘅人嘅衣着咧係非常之破舊嘅，所以呢個環境係非常之惡劣嘅。唔係話我哋成日睇到喺一啲嘅教堂裏面見到耶穌基督，或者喺一啲教堂附近擺置一啲馬槽，非常之係睇落好似好舒服、好靚嘅地方，其實唔係。嗱，耶穌基督就係降生喺一個咁卑微嘅地方，而且拿撒勒呢個地方係住咗好多唔同種族嘅人，所以佢哋生出嚟嘅仔女咧，唔好聽啲就叫雜種，所以係受到猶太人所鄙視嘅。相反，你睇到保羅出生喺一個貴族嘅家庭裏面，至少就接受呢一個嘅法利賽教派一啲嘅嚴謹嘅律法嘅教育，並且喺佢年輕嘅時候曾經喺耶路撒冷接受呢一個嘅著名學者加馬列嘅教導，所以保羅對於舊約聖經同埋舊約嘅律法係非常之熟悉嘅。佢個出生非常之尊貴嘅地方，同埋一個非常之顯赫嘅地位，但係佢竟然去宣講一個嘅出生喺一個咁卑微嘅農村裡面嘅人，佢所講嘅一切嘅説話，所以令到好多人係難以置信。另外，我哋會睇到，當保羅傳道嘅時候，以色列已經成為咗羅馬帝國嘅殖民地。保羅係一個嘅羅馬嘅公民，佢有公民權，佢有羅馬嘅公民權，佢有一個特殊嘅地位，一個嘅征服者。但係佢願意去宣傳一個被征服者，而且被征服者裡面最低微嘅、最卑微一個嘅地方，或者 the worst of the worst， 一個咁卑微嘅地方嘅人所講嘅一切嘅言論同埋教導係不可思議。但保羅佢竟然講話，我不以福音為恥。佢唔以耶穌基督所講嘅説話同埋教導為一種嘅羞恥，反而佢覺得係一種光榮。點解佢會有呢個改變呢？當然亦都有個原因。其實保羅佢原先嘅名叫做掃羅，佢未信主嘅時候，佢係稱為掃羅。佢係一個好喜歡去逼迫耶穌基督嘅信徒嘅人。佢睇到司提反被人用石頭掟死嘅時候，非常之開心。但係佢當時都睇到一啲嘅情景，
就係當司提反被人掟死嘅時候，司提反不單止冇去怨恨嗰啲掟死佢嘅人，反而佢為佢哋祈禱。其實呢件事情已經深入咗保羅嘅心裏面，但係當時佢未曾發覺，直至到佢有一日領咗呢一個嘅，即係帶咗呢一啲嘅搜索令，從呢個嘅祭司長攞咗呢個嘅呢個搜索令去逼迫呢個耶穌基督嘅信徒嘅時候，當佢經過呢個嘅大馬士革或者叫做大馬色嘅時候，佢見到一道光，呢道光非常之殘眼，使到保羅睇唔到前面嘅路，甚至撲倒。跟住佢聽到耶穌同佢講：你點解要逼迫我？跟住保羅嘅生命就開始改變，掃羅嘅生命就開始改變，後來成為一個嘅耶穌基督忠心嘅僕人。佢個名因此由掃羅而改變成呢個保羅。點解佢有咁大嘅改變？就因為佢親眼睇到耶穌基督，佢親眼聽到耶穌基督同佢講説話。嗱，有啲人會講：唉，點解佢會咁大嘅改變？佢哋係冇相信，即係有啲咁嘅奇蹟出現咯。但係事實上就係因為呢個奇蹟而令到掃羅變為保羅，而甘心樂意去為耶穌基督去奉獻佢自己一生，甚至佢將自己嘅性命拋諸腦外。好奇妙，好奇妙！一個咁殘暴同埋將好多基督徒拉坐監，甚至將佢哋殺死嘅人，竟然會成為一個神忠心嘅僕人。呢個改變亦都係難以令人去理解嘅，但係事實就係咁。所以你睇到保羅，佢唔單止係唔會以福音為恥，反而以福音為榮，甚至將自己一生奉獻俾自己。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你會唔會問大家問題？你會唔會以福音為恥咧？我哋當然，我哋好多嘅信徒，我哋當然唔會啦，係嘛？但係未必㗎。我曾經喺一個地方，年青時候工作嘅地方，我見到一個學生，佢每次食飯之前咧，都好誠心咁祈禱，而且祈禱嘅時間可以咁講係非常之長，可以超過1分鐘。我覺得好奇怪，食飯啫嘛，使乜祈禱咁耐啊？但係我睇到佢嗰種嘅誠懇咧，係非常之認真。佢每次食飯都好認真同埋誠懇嘅祈禱。嗱，佢呢個祈禱就深入到喺我心裏面。點解呢個人會咁嘅咧？我就覺得佢係一個真心願意去見證耶穌基督嘅人，同埋佢唔會因為呢件事情感到羞恥同埋尷尬。好多時基督徒，我哋好多信咗主嘅人，唔好話我哋要去做一啲係為耶穌基督見證嘅事啦。就算喺人面前食飯祈禱，我哋都要感到有啲嘅害怕，或者感到一啲嘅尷尬。其實唔好睇小呢啲事情。當我哋要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嘅時候，當我哋飯前少少嘅祈禱，願意為耶穌基督發一點光嘅時候，或者我哋願意去見證神榮耀神嘅名嘅時候，就係呢個時候，我哋要低頭嚟到喺飯前祈禱，讓其他人睇到我哋嘅時候，就係睇到我哋就係一個基督徒。我哋願意為福音為榮，我哋唔會覺得福音為恥。今日我哋喺一個非常之自由嘅環境裏面，可以去見證神嘅名，可以去傳道。如果我哋都唔把握呢個時間，如果將來真係有逼迫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做咧？所以喺度，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呢個嘅環境底下，喺呢一個咁自由嘅環境底下，仍然俾我哋有呢個傳福音嘅機會嘅時候，我哋更加要把握呢個時間去見證神嘅名，讓呢笪地方都能夠讓我哋去榮耀神，發一點嘅光。我哋同真嚟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讚美你，多謝你俾我今日能夠喺呢度分享神嘅話語，俾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以福音為恥，我哋必須要以福音為榮，
讓神你個光同埋榮喺呢個地方能夠被高舉，能夠發出亮光榮耀你個名，將我哋前面嘅路交我哋手中，求你用你無形嘅手嚟到去帶領，保守我哋嘅腳步，祈禱感恩交託，奉靠我主耶穌基督之名。